朋友今日讲项目，发扬书看复起来，我阿明姑刘浩明。其实今日几多人几多我哋咧乡镇地部去发展这个工作，我哋今日有请到来宾，伊睇你不会可以加必定，但是你这个唔对，其实伊在可以加必定以前，伊睇我一个学嘅系艺术治疗，我哋马上发扬嚟叫乜嘢来宾，我哋郭凤娟嚟到现场。郭凤娟你好。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屏东内埔的郭芳君。芳君，我想问一下哈，你这个睇内埔系嚟叫啊？我住了多久？我应该从小就在内埔长大，只是有从老皮村，然后搬到内埔村这样子。可是你这个等于讲，你这个睇内埔的读书的时间全部系嚟睇内埔的嘛哈？咁你这个当初哪想要去英国通人的艺术治疗呢？我的妈妈她也是美术老师，那我从小就等于是在一个美术熏陶的环境下长大。那妈妈的高中同学是一个很资深的美术教育老师，所以我从小就是在那边很快乐的学美术，然后我也从小看到美术的各种可能，一直说我在那边有个很快乐的童年。那这个影响也让我一路一直求学都是跟美术相关的，就从国中、高中念凤西美术班，然后到念台师大的西画组，然后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概念啊、理论啊，然后还有创作的方式是有很多种的。那我没有跟大家一样去考老师，然后我选择了艺术治疗。那在那时候虽然说还没有很多的求学资源，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体验式的社团。那我就是知道这个资讯之后，然后刚好在台北有很多资源，所以我就去上了这个课。那这个课主要是资深的艺术治疗老师，他们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们在里面经营了这个社团，让更多人知道艺术治疗。那我就是在那边上了课之后呢，就决定要继续研究这个东西。希望能够让自己未来的工作可能会跟服务跟艺术可以结合的。可是如因为你还了因为一开始如系因为这个系一套美术的嘛哈，后来因为我哋有一个社团以后，你去接触到我哋讲艺术治疗一部分，结果听到去继续去钻研一部分的技能。但是问题系我想问讲，佢几时间我选择去英国，唔系选择去美国咯？在决定英国跟美国现在当然有澳洲跟加拿大，有非常多的选择。那我之前是真的是在英国跟美国中做选择。那时候都会觉得美国是一个可能是比较开放式的，然后但是就是这个真是很迂回，就是大家都知道考美国要考托福，那我一直都在准备托福，可是我考了2次，那2次都托福考试大宕机。大家都知道托福考试很辛苦，它是一个面对机器4小时的考试。那我那一次考试之后呢，就当机2小时，本来是10点到2点，变成12点到4点，就是在肚子很饿的状态。那总之就是我觉得考试状态不是很好。那我觉得可能我在往美国之路就是没有这个缘分，那也没有关系。那我就来看一下英国有没有我喜欢的学校，所以就是然后雅思也比较人性，它是跟人对话的一个考试模式，在口语方面，那我就是比较顺利的可以申请到英国的学校。几时节去申请到英国的学校的时，譬如讲，即个要今日喺台湾来讲，我把英国的学校的嗰種自信係咪幾好拿到呢？之前是在高雄准备念艺术治疗，因为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回屏东了，所以我在高雄准备补习雅思。那他们有提供在英国留学的学校资讯，那他们有什么样科系这样？我自己也是有旁说不同的学校的走向可能学派不一样。那我自己是选的以艺术为宗的 Goldsmith 学校，它本身就是艺术比较就是比较发达的一个学校，它是比较中间的，所以我那时候就选了这样的艺术大学。我相信好几多位我哋观众朋友会有啲问题讲，到底读艺术治疗，而喺本科爱因为而爱美术课嘅，譬如讲爱畫圖嘅，還是愛的心理嘅，還是講一條東西都可以咯。你這個以前喺度以讀入學校嘅時節，你有同學嘅背景，大部分係哪條背景啊？我在台湾认识的同学，
也曾经有大学，也有曾经是念英语的也有，那諮商的也有，然后艺术的也有。那到了英国是很多是当地人，那是不同的环境这样子。他们有些是社工，有些是老师，就是在职进修，因为我们是研究所，所以可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艺术治疗比较清楚，就是艺术跟諮商结合的一个领域这样子。古时意思讲，假如你这个背景可以无强背景，就可以学业学长出的。是的，只要你有修到相关的学分，然后有相关的实务经验，那你就是可以试着，然后一定要有作品集，就他们很强调你有创作的经验，这样。你要同我哋观众朋友小解一下讲，因为头头有讲到讲，其实也係一個藝術家諮商的一個過程，哈。你要同我哋觀眾朋友，他就小解一下講，一啲所謂的藝術治療的過程是怎樣，好嗎？那因为艺术治疗可以应用在很多不同的场域上，像是早疗也有，那在安宁病房的也有，那或是说所谓的复健中心，那因为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实施方式。那我觉得有2种是我们有所谓的 open studio， 就是你来这一个艺术治疗空间，你可以进行创作。那这个空间可能是建立在医院的某个空间，如果医有这样子的服务的话，那如果病人，比如说你癌症或是你精神病患的话，你很需要有这样子的艺术创作舒展的空间的话，那你可以到那个空间，那可能是某个时段。有这样的方式，那或是有一些艺术治疗师是提着一个材料箱到可能行动不便的病友旁边，可以跟他进行諮商艺术治疗的这样子的历程。咁唔同我講嘅諮商嘅部分啊，哈，係哪一部分哦？我覺得藝術治療它在諮商的領域上面不同於就是單純的口語上面，就是他們有創作的歷程。所以藝術治療師的工作，當然我們有所謂的分析，但是我們不會有一個正確答案的分析。比如說看到這幅畫，我就判斷你可能會有什麼什麼什麼。它比較像是說，我感受到你當下的感受，那我們如何引導去讓它可以講出更深度的東西，或是因為我們處理的是視覺的語言。他可能像是小孩子，他可能没有像大人这么多情感复杂的语言的时候，他可以就有颜色、线条，甚至说捏塑、粘土这上面都是很好的情感宣泄。所以他不一定要用语言去框束那个感情状态，他可以用就是艺术治疗比较跟艺术治疗师的关系，然后那样的空间、那样的安全感去描述出他的那样的状态。那艺术治疗当然不是一次就是见效，也可以看到所有的状态，就跟一般的諮商一样，它不是说一个考卷，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诊断这样子，它也是一次一次的这样子，希望可以让你的有更好的生活，调整你的心理这样子。等于讲，艺術治療的一個部分，你講，用希望講利用畫圖的方法。去代表我哋用講嘅講唔出來嘅部分的意思。如果是以我英國研究所的話，我們一定有團體共同創作。那我們是來自不同的背景，但我們可以更了解團體創作裡面可以揭示什麼東西。那我們從內在去抒發的時候，我們要如何回應對方？這些都是你如何給予一個很好的提問，這樣子。那所以就是經驗團體還有督導團體，我們大概上了半年到1年時間就要出去實習。那你要將你在外面觀察到的東西，提供出來，彼此學習這樣子。那還有所謂的就是心理學的部分，講學 lecture 這樣子。可是從你頭如果講你由外面去實習的個部分哈。那個實習的部分，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小解一下講？實習的地方有影響過什麼事情嗎？我在第2年的時候，其實很多事情都很印象深刻，因為在那邊有很大的語言的隔閡，就是因為我就是一個很會念書的小孩，但是我並沒有那麼的外向，會不斷的去，我覺得願意一直去說，絕對是對你的英文有很大的進展。那我就不是屬於這項，所以其實在
语言上面我成长是真的比较慢，我也比较迟钝。那这方面都会影响到我实习上面的困难，包括就是说，我第2年是在类似像心理健康障碍的照护所。那面对这样子的每一个个案的时候，当他们已经有不熟悉语言，可能是生活上的字眼，我还是不是很清楚状态，还有他们可能是结巴状态的时候，那时候都会担心自己会有误解，然后无法真的去理解对方，然后我有碰到，也可以感受到对方的愤怒，那个时候都是自己蛮慌张的状态。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间，你其实用一解决啦，就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因为它也不是个立即可以解决的问题。那你只能一次一次让你知道，说我当下的倾听，就是我试着要去了解。那你也不要不断的去却步，不能因为对自己的质疑而去却步停在原地，因为对方会一直丢东西给你，尽管是沉默不讲话，你也会知道他是有一个立场在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的训练过程，就是不是只是语言上的问题，就是你面对不同的人都会有这样子，因为每个对象都不一样。对。嘿，因为我某样问题是因为我头真的如果上帝讲，因为其实英文对我们来讲没我们的母语，好，各种我们讲法时间，我们没办法表达的按清楚，但是其实我们讲智商的部分是一种用口语的一种沟通。可是变成我的母语没英文的时间，其实是读到问题能用来解决。我觉得我没有印象，因为它不是立即发生的一些很爆炸性的事件，或是立即处理的一些紧急的事情，所以，我并没有特别去描述出来说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只记得有一次很夸张的事情是，我们要开始一个疗程之前会有一个评估的 session 这样子，那我把这个 session 的时间听错。就是它应该是一个50分钟，我听成15分钟，所以我让我的个案子来了一次，然后就15分钟离开了。那是我就是在语言上面犯到一个蛮大的错误，这样。那还好，我督导很快就发现了，就说你犯了一个这个错，这样子。那我之后就没有再发生。因为眼前的生意呢，因为以这个过后意识治疗的部分，嗰属于这个到英国系统的部分，但是嘛读到嗰度问题，有时下我等下我等埋嗰度嗰件晒故事哦。欢迎过来福起来嘅上档节目，我哋来自屏东女府嘅房权，同人讲以因为过后美食，后来去英国同我的医师治疗。那方军，我想请问一下，那你这样子去英国念完了艺术治疗的一个硕士回来之后，这个回来这个念的过程，或者是你得到的东西，跟你当初准备要去英国的时候的设想一不一样？我到英国念艺术治疗之后，我觉得是对创作有更深的了解，有不同的面向。因为我以前从国中开始就美术班，然后是经过了很多的美术测验，所以我们都知道，关于美术这件事情会有一个标准的美感也好，它是一个很容易从外在去评断你的创作价值。那这样子的感觉，一直到了大学。虽然说我们会有知道说更多不同的创作形式，像我们会念美术史，就是希望看到这种创作形式的转变，但是我们还是理解说，创作你可能是为了一个展览，或是为了一个展示这样子。那如果说不为这些东西的创作，那是什么呢？那我在艺术治疗里面就看到的这个创作的可能性，就是它是表达自己，然后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嗰就等於講，其實這個唔單止學習了一啲藝術治療嘅過程，其實相反的，其實唔發現人之間嘅吼。是的，我会比较不会用美感的方式去评断自己的创作有没有价值，
或是说他一定要交代些什么，他可能就只是我一个某个阶段的历程，或是他呈现了我现在的状态，那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留下，然后他也可以让我看到我不同的潜能，或是说对一个事情的看法，那这样子比较没有限制的方式去发掘自己的想法或是感受也好，这样子。那如果可以把这样子的理论可以带给更多的人的话，我相信大家会对创作不会有那么多的惧怕跟局限。在整个创作的过程里面呢，你从制作之后，后来再给诠释它的一个意义，那等于是说，就像你刚刚有提到了，你今天可能你拎了画箱到一个patient那边去，然后他开始创作之后，然后你做一个咨商，在这所有的部分里面，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分？我还蛮享受看着个案进入创作的过程，当他不再那么害怕自己犯错，然后愿意去看到内在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看着他放心的创作，我觉得是个我很喜欢的过程。可是等於你講也得學識啲，其實唔單止學到一啲新嘅技術，嘛學到自己重新去面對自己的方法嘛。但是我們現在是知道說，你現在在內埔開了一個咖啡廳嘛，哈，那其實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呢？我回國之後其實一直待在台北，然後我也在台北接了一些藝術家的案子，或是我自己做了一個插畫的正職工作，就為了要生存這樣子。那會回來其實是因為我那時候知道有很多，我看了一個獨立書店的雜誌，那時候我只是跟我們的姐妹群，我有個姐姐跟妹妹，剛剛說啊，不然以後我們在內埔開一間書店好了，因為我想說內埔好像少一間書店，我生活的環境啊。然後後來就是我男朋友他是學做咖啡的，他從生物轉到學做咖啡，做了5-6年這樣子。他覺得我們的畫室跟咖啡是一個很好的結合，然後又是一個休閒的活動，就因此，我就想那就回來，就是從零做起吧。嗰種也俾伊啲咖啡店嘅，其實係畫室同咖啡店嘅伊啲結合係強下嘅地方啦，哈。可重要嚟講，畫室結合咖啡這樣子的一個組合來說的話，那它的主體到底是畫室還是咖啡店呢？應該說是咖啡廳為主，因為創作如果你要完全發揮創作的事情的話，你其實是要一個安心的環境，不能有太多就是杯盤啊、杯子啊弄到別人啊，都會有很多的限制。雖然說我們現在有一個所謂兒童繪畫區，但它是也可以讓孩子看書，然後是比較簡單的媒材。所以我們算是1樓是咖啡廳，然後2樓才有所謂的畫室這樣子。那一樓嘅咖啡店嘅地方啊，你提供其實咖啡店嘅它有賣咖啡嘛，咁2樓嘅畫室地方很用嘅一個鋪置喏。其實現在都還在一路的轉變，這樣，因為我很久沒有回內埔，我也在試着了解內埔這邊的需要。那一開始的設定是我們有一間大的教室，大家可以邊喝咖啡邊畫畫。那我們這有個顏料就是亞克力顏料，我們最主要就是畫布給亞克力顏料，因為亞克力顏料有防水，它又快乾，然後它可以大面積的塗抹，這樣子很適合塗鴉。所以我們當初預想是有一個大教室這樣子。那但是現在呢，就是單純來喝咖啡畫畫的人並不多，比較想要學畫畫的人比較多，所以我可能後來會經營的，加上我在藝術家學東西，可能會有更多探索創作的活動。剛才嘅時間有想到講如何在一個，其實內埔的咖啡店很多嘛，那你有沒有想過說如何在一個這麼多咖啡店的一個村莊裡面，怎麼去打出自己的名號呢？我們叫做想畫咖啡。對，所以美術創作這件事情一定是我們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環。那咖啡這件事情的話，像你先生他學做咖啡，你是說他從生物轉到咖啡的嗎？是的，是的。那當初為什麼他會想要從生物轉到咖啡？因為他之前的求學經驗是，如果畢業後可能就是他說他的同學可能是出國，可能就去藥商，或是研究的工作。那他後來覺得他比較喜歡人群，所以他後來去接觸了服務業。
他放弃了，也不能说放弃，就是虽然说他学位念得很高，但是他想要去了解这一块，所以他去麦当劳打工。然后后来因为那时候麦当劳刚推出了咖啡吧，就大家看到现在有所谓意式机这样子，那他也因此碰了咖啡，因为他以前是不喝咖啡的人，但他很喜欢服务人群，所以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会问每一个人，如果他有时间，他就问你喝起来的口感怎么样。对，通常很少会麦当劳会跑到你旁边说，你今天喝起来怎么样这样子。那他会自学，所以他还会在上面打话给我看这样子。那我们是因此认识的，所以就是他因为这样子接触咖啡，那时候都在台北，然后后来有咖啡厅的老板看上他，所以就是找他去那边工作。那时候也是在台北就是永康区那一区这样子。那他因此就一直做下来，他很确定他喜欢接触人群、服务业这一块。那他本身就喜欢研究东西，所以就是这些咖啡豆的风味都是他自己研究的。我觉得他用他本身理科的背景跟研究的精神，他会把他每一次的烘豆都会加上机器本身有的功能，它会有一个曲线。一个列表，所以他会记录每一次烘豆完的口味。我不知道其他烘豆是怎么做，但是我看到这么多的数据，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这样，所以就是我们希望可以烘出客人喜欢的风味。对。等于如果伊帮人种去烘咖啡豆一件事情，变成伊在过科学跟研究伊都温度比如酒，伊可能出来温度伊种的风味会改变，然后同时伊嘛记录到人客伊最希望吃到的味道。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譬如说，其实你今天咖啡店开到现在一下，你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顾客的反应呢？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说很清爽，然后一开始客人比较不适应的是，大部分都比较习惯喝比较深一点的咖啡，它可能比较苦，但是比较浓。但是因为我们是走水果调比较多的，因为豆子烘太深会出油，那就快氧化嘛。然后所以就是保存上面会比较多疑虑。那我们希望可以是健康的状态。那我们也是自己挑好豆这样子。除了手冲咖啡，也有客人跟我们反映说我们的拿铁很好喝，因为我们的拿铁不苦不涩，所以我们的咖啡会喝起来很像甜点，有点像可可的味道，不会苦。可是等于讲，其实你要咖啡，你要欣赏的一点研究以后，其实也可以呈现出无同的一种风味啦哈。可其实我想问你讲，其实从这个在开咖啡店开到更加吧，你因为在内埔的人客，你这个感觉怎样呀？我觉得内埔客人会让我觉得他们蛮亲切的，因为我们的客人有一些，除了是有学生，因为屏科大嘛很近，然后有一些退休的长辈，那我觉得我们店可能还算蛮新的，他们觉得有点新奇，就是我们是单纯卖咖啡，因为有客人反映说觉得我们应该卖餐，但是就是以我跟我男友的能力来讲，不可能去卖餐，我们的场地配电也不适合了，所以我们就是决定做咖啡这一块。有人讲食到一杯好的咖啡，你像讲的一堆好的心思。海胆节目我都同讲，你是治疗团里一杯咖啡有乜嘅无同的地方？休息一下喎，海胆节目马上过来哦。欢迎过来，福喜来嘅。上个节目来自尼泊的某个风景，睇尼泊的开的咖啡店嘛，睇伊讲，也咖啡係伊也要欣赏做的。我想问一下哈，你的咖啡店的如有几咖啡具有特色的产品？那像你们店的话，你们特色的产品是什么？刚刚有提到有拿铁嘛，就是我们香甜的拿铁以外呢，我们也有提供甜点。那甜点全部都是我男朋友自己做的，这样他自己去找。他都想找最健康的，然后像是我们很多客人喜欢我们的提拉米苏，
因为提拉米苏如果有做过，你都知道里面有个叫做马斯卡彭 cheese， 那它是自己做的，用鲜奶油做。那他觉得这样子，口味会更好。那里面还有加酒的部分，他是做比较意大利传统的方式，所以有些客人会不习惯它的口感，但是也有很多客人喜欢。那我觉得它是蛮有特色的。你所谓的意大利的传统方式，就是指那个饼干拿去泡酒的那个方式，对不对？对，是它是湿底的这样子。有些客人会非常喜欢这样。对啊，该不会那个酒也是你的自家做的吧？没有啦，因为你这个讲的 cheese 是你自己做的，可是我想问你讲，那个 cheese 怎么自己做？这个就不是很清楚，是商业秘密的啦。对。可是等于你讲，伊做遐件东西的意思，你讲，伊希望讲对头稻米啊件事情，伊就可以起成一做。可是你看，连 cheese 都自己做，然后伊嘛迄希望讲能够重现到其实。嘛，能讲给蛋糕体不其实我们一开始很爱的意大利那边传过来嘛。可是意大利的做法，如果我们用来的所谓的手指饼干啦，以泡酒哈，但是其实更加安尼的做法变也贵少的。但是我们其他可以天涯咖啡店的地方，还是可以吃到安尼最原始的一种做法的一种提拉米苏出来啦哈。那等于如果甜点是你们自己的一个。自己做的甜点是一个你们的特色的商品。那除了提拉米苏之外呢，还有其他甜点吗？我们有布朗尼，我们有一个加拿大的客人，他非常喜欢我们的布朗尼，就来他一定会吃这样。那我们有几款是出之前会先烤过的，像是棒蛋糕，那里面有苹果有肉桂这样子，我们都希望有就是奶油不要太多，然后减糖。那他如果做过甜点都知道。减糖这件事情就让甜点这件事情很难做，但是我男朋友就很希望可以达到，因为内埔也有蛮多老人家的，然后中年以上，所以希望说他们也可以吃得健康。那我们有香蕉蛋糕啊，加了很多的香蕉，然后香蕉的香气很足这样。从人来讲吧，其实人的经验，像国外的经验嘛几多嘛哈。等于如果你这个是国外的神法地方，其实嘛可以经过你这个。好，然后介绍我的女仆的详情地讲，比如讲你在英国的时间有某个quite传统的东西啊，好，然后同时某个提拉米苏其实原来应该上用的啦。其实这一部分的话，我想问你，就是说，因为其实像你自己喝咖啡吗？对，我喝咖啡。那你自己因为曾经有一个人就是说过，其实他说，其实在喝咖啡的过程里面，就像一个心理治疗的过程，因为其实当你在去品尝出咖啡里面各种不同味道的时候，其实它某部分反映了你的人生的某一些过程里面会投射到这个味道。那这句话你自己觉得怎样？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可以理解的，因为你可以把味道有不同的比喻。那就是在这个开咖啡店的过程中，有很多人来交流咖啡，甚至有玩家说他自己烘咖啡这样子。那我们就会假如说把一些味道，比如说这味道可能是某种天气，或者他就说就像他某个欣赏的女人这样子，就是他会用香气去比喻它。那我觉得其实气味这件事情有很多的想象空间。那我曾经有想过说要帮这些气味弄了一个色表，或是说可以让客人去涂色啊，因为我觉得感官这件事情，如果你试着。我们可能一般的时候在日常生活不会一下运用这么多感官，但如果说你去专注它、去开启它的时候，有时候会增加你的记忆点，或者会增加你的想象力。它甚至可以说，会让你更有灵感。那这部分的话，我觉得，而且是在某个不同的阶段，你可能会有不喜欢，比如说早上跟下午你可能会喝不一样的咖啡，这样子。但也是你一个心情的反应这样。其实发现讲有迄个几好的想法嘛，迄个几 tip 的想法，就像你刚刚所提到，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品尝这一个咖啡的味道，把它着色？因为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把味道跟颜色这部分做一个等号。好，我们常常会说有些情境是蓝色的，好是忧郁的，好是蓝色。温暖是比较属于暖色调的，比较热情是比较暖色调的。可是我们好像没有知道说香味，譬如说处理果的味道，或者是泥土的味道，
它一定就是譬如说树木的味道一定是褐色吗？不见得啊，它可能是绿叶的味道。可是你投到供芽机发时想，我突然想到说不定你可以做这样的尝试啊。好，就是说，而且亚东东西就变成讲，以它更具象化的把今天我对一个咖啡的品味，很具象化的把它表达出来。是的。譬如说你刚刚跟你的先生会问的说这个咖啡好不好喝啊？你觉得你喝出什么味道？可是这个东西每一个人的感觉，有时候他可能有尝到某一个味道，但是他不知道说那个叫做青苔味，因为有时候味道这个东西是教育的。对，好，比如说看你有没有尝过那个食材。对，他有没有尝过那个食材，不然他没有办法给那个味道一个名字。是的。那假如说，但是画图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颜色这个东西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看得到。那可不可以把这个东西画上你的颜色？这可能可以放在未来的一个，对，说不定它会是另外一种具象化的收集每一个咖啡的味道的一种，而且这才是你的本业吧？对，这个很好的结合。对，刚因为今年节目都要朋友想问一下讲，你这个因为讲其实虽然讲我们从人家暂时没做我的医师治疗工作，但是你因为讲人家可以挂鼻糖，所以你这个以前医师治疗经验底部有哪个相同的地方吗？我觉得交流可能是最相关、最有连接的东西。那艺术治疗里面是因为有治疗师跟个案的关系。那如果说是一个客人跟吧台手的关系呢，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会不会因为咖啡会发生在大家人生生命不同的阶段中，你什么时候会想要选择一杯咖啡？那或是讨论这件事情的话，就会可能跟每个人不同的背景和经验而有所不同的激发。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在一个场域里面会有更温暖也好、陪伴的一个关系，是比较类似的。而且你看，所谓的艺术治疗，它也是透过所谓的艺术当成是一个媒介。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口语，那它是利用艺术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去宣传出他自己的情绪或者当下的感觉，然后由你去观察到这个东西。是的。那其实喝咖啡也是啊。今天咖啡师他所烘焙出来的咖啡变成一个作品到顾客面前的时候，其实顾客也是用他自己的，除了他的感官去感受这杯咖啡之外，他其实这个感官的后面也同样投射了他自己本身。可能他的过去的人生经历，是的，去投射出他对这个咖啡的一个感受。那其实这两者之间，其实还是有它一个相近的一个连接度在。可是，那海外偏没讲，海外里面的你好的是咖啡的时间，我开始问题，想我讲，你这个对一杯咖啡的想法地步很咩？感觉到讲，这个係咪是不是冇啦？冇到講有乜事情講唔出來？可能看那樣的因緣際會下吧，會有怎樣的火花？像人家咖啡店其實還算一個歸新的咖啡店了哈。那對未來呢，你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對咖啡店呢，或者是對你自己藝術治療這一部分，你有沒有什麼打算？未来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真的还算是在试水温，因为大家都知道单品咖啡的单价是比我们手摇店的单价还要高的。那如何让大家越来越了解这个东西？那为什么它会有价值？这我觉得都很需要时间的。包括我们的手做甜点，挑选材料，因为是像是起司啊、蛋啊这种东西的时候，其实很多长辈是不敢碰的，因为就怕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这样子。但是它是一个很美味的东西，它可以让你可以有一个很美好的下午茶，所以我们还是会希望说这个东西可以做到长辈可以接受，就是它是可以让你是一个生活的情趣也好，那个乐趣也好这样子。那但希望这个东西可以继续的推广下去。那我的这部分的话，我自己还在找画室的方向，现在比较有。固定的是，因为有很多家长来问这边的美术课，然后他们也其实像蛮多人已经知道艺术治疗这个东西，知道它是一个比较对创作比较多可能性的，然后它可以针对对象又很多元，
像我以前参加的话是就有可能有自闭症或是过动症的孩子，这一样的创作方式对他们说都很有帮助。那我也当然是希望说可以尽我学到的东西，可以帮到更多的人。一对年轻的男朋友，虽然伊等一开始学的东西无同样，好，伊在学艺术治疗，伊在无生物科技里边，但是伊呢后来还是听人你不会可以在新的咖啡店用无同的方法，比如吸引品尝咖啡以外，同时品尝人生的百态的无同的味道。今天各位感谢您来到现场同我分享安东亚故事。谢谢主持人，多谢大家。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来内埔走走，可以来我们的咖啡厅走走哦。休息下哦，大家听下咱先来运动运动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間了哦。你今日運動了嗎？大家放起來同先生來運動了哦。南埔不愛，來做一點暖身哦。腳開，哈哈，你數自然擺動就好了哦。整个身体来热起来，带入愉快的心情，同欣赏来做运动哦。好了，同阿走铺。弯片，鼓在前面，踏并步，慢慢的，你的心跳会加速，你的血液循环嘛会变快哦。跟條本嚟，弯片，注意，過來，我繼續來調氣哦，彎片來。跟條本壓意，把口來，來訓練你嘅上半身咯。數下空來，把人看呢，彎片，數掌我兩通下哦。準備來合動作嘅哦，前面行4步，前面行，點，流動空間，輕鬆哦，
2、3、4，点咪他。来夹动作嘅哦。好，脚抬起来，往喺树底下背，托，可以哈，前面行嘞，后背，像点点亮诶，前点，前点，好，夹动作个，左右，左右，夹上个数，伊个侧弯，前点。亮诶，左右，轻松哦，亮诶，接下去哦，准备哦，大蛇手。你手变柔软哦，用只手去后背，用手嘅手冇太僵硬，用手从三个提后背呢，提压，好，那踏并过去哦，准备1、2、3、4。可以哈，来夹动作要1、2、3、4，右跳跳，左跳跳，腾轮线上同下做哦。轻松嘅冇？起起，跳起，打出去，伸出来，再数过来，弯片。好，伊咧侧弯，伸出去，手中诶前面，改咧鼓，再弯片，出现伊诶另外一片。更加低压腿，尽量下去哦，我减跳，可以发，再下去时，弯片，行个减跳再下去，规个大肌肉就会绑到。看来是可以先脚放来。脚尖，腳尖，加油哦！好，來彎片，腳尖，好，慢慢地放起來。
接下来从头呼吸，头到脚的动作哦。睇恁先生同下做，前面行，准备前面来，加松，抬脚，抬松哦。前点点，准备来前两个左右摇动，前面两个左右，大蛇手哦。右偏跳，左偏跳，停上來嗎？快快哈哈，調整嘅呼吸哦。左右搖擺。用鬆嘅身體，加油！準備從頭開始。加油哦，輕鬆啊！再來要前點哦，大蛇手，哎，右，左跳右跳。學威嗎？嘻嘻。慢慢地顧下來，再來伸展，好彎片。鼓來原背空起來，今日通常嚟學位嗎？學位哈，記得明日都要屯先生來做運動哦，好好運動，還能下次，能來了。